社民連係咪？嗱，呢一段故事一定要講，即係話你激進派佢都係要收買。對於我個人嚟講就係、喂，佢收買激進派，亦都係為咗踢走我，係嘛？收買泛民主派，又等泛民主派嚟揼我，係嘛？咁我即係覺得呢個與有榮焉啦，係咪？同呢個咁嘅肥佬黎、淫賤黎，即係抗爭咗10幾年，係嘛？今時今日真相大白，佢就係泛民嘅金主嚟㗎嘛，係咪？但係你泛民主派呢一班人，過去20年爭取民主毫無寸進，係嘛？肥佬黎係利用你呢班人，係嘛？作為一個工具，要達到佢自己個人嘅目的或者不可告人嘅目的，就只有佢知道，係嘛？佢就覺得，我做我自己認為啱嘅嘢啫，我用我嘅錢，係嘛？咁啊，做一啲對社會有益。嗱，呢個所謂泛民主派過去呢20年做嘅嘢，係咪對社會有益咧？就真係公眾咧，就自然會有一個公正嘅評價。小弟過去呢幾年就不斷踢爆呢啲偽民主派嘅嘴臉，係咪？香港嘅民主搞到今時今日毫無寸進，呢一班泛民主派咧要負最大嘅責任，係咪？亦都因為我去踢爆呢個泛民主派，就受到呢個泛民主派鋪天蓋地嘅攻擊，係咪？肥佬黎嘅壹傳媒不斷去抹黑我，係嘛？咁都冇所謂。我哋老實講啊，四面受敵，八面威風，不怕孤立，才可獨立。個人嘅得失唔重要，但係對成個香港嘅大局，你呢一個咁嘅淫賤黎，係嘛？搞黃色新聞，悔盜悔淫，係嘛？為咗登一個封面，搞到人哋家散人亡，就為咗賣多幾百本、幾千本。即係呢種人咧，就應該係落地獄嘅。理論上嚟講，你信天主教都冇用嘅，係咪？好似喺今次呢件事，有啲所謂臭蟲論，有啲人話：喂，共產黨啊，或者中資機構夠有捐錢俾呢一個即係民建聯啦，係嘛？民建聯嗰晚籌款1晚就籌6000萬啦，肥佬黎俾晒呢啲民主派嘅人都係得4000萬啫，你連呢啲叫做臭蟲論。咩叫臭蟲論啊？好清楚。喂，你自己衰，跟住又揾個同你一樣咁衰嘅，或者衰過你嘅，或者冇你咁樣衰嘅攞嚟相提並論。但係如果你單獨係講民建聯，